應用 AI 的而且確用咗好大量嘅算力，用咗好多嘅晶片，使咗好多錢投放喺你晶片度。但係如果一旦你嗰個末端賺唔到錢嘅時候，個應用冇再增長，咁佢哋就唔需要咁大嘅算力啦，唔需要咁大算力嘅時候，你嗰啲晶片就可能會賣得慢咗。呢個係我見到未來可能半年、9個月、1年後可能係會發生嘅事嚟嘅。因為你其實細心啲諗咧，其實係 AI 呢樣嘢我覺得冇辦法話全方位應用得太普及㗎，只能夠係俾某一啲巨企用得好出色運算上面啦。喺佢哋客服上面啊，有一個好大嘅幫助，咁係節省咗啲人手嘅，而且節省人工咯。咁你節省人工並唔係可以創造到極大嘅價值噶嘛。咁唯一係就係可能你話機械人啊，即係而家發展緊機械人好蓬勃㗎，一路雖然仲未完全落地，但係都見到係不斷 upgrade 緊啲機械人。咁有 AI 必須要配合埋 AI 先可以發展好啦。咁係咪真係需要到人人都要有部機械人咧？咁個社會咁呢樣嘢就真係好難講啦。咁如果唔係你睇唔到邊啲行業可以普及得好廣泛咯？係咯，工廠其實佢都係機械嘅製造，咁其實佢講機械人咯，佢其實都係一個自動化嘅一個製造嘅過程，係啦，咁反正就係我認為，即係一個整條產業鏈咧，有前一定要有個尾嘅，即係你投放好多資源落去做一件事出去，後面咧一定要賺錢個能力咧係 cover 翻你個投資回報噶嘛。咁但係如果後面一路都賺唔到錢嘅話咧，一路都唔見有人因為咁樣而賺到錢嘅時候咧，就危險啦，成件事可能會減少使用啦，即係唔係減少使用啦，停住要係用咁多啦，唔需要再增加嘅時間就會出問題。係啦，所以投資者一定要注意呢個風險。係啊。